观众大家好，感谢大家今仔日来参加下晡的这场音乐会，我是孟汉。今仔日的音乐会就由我来甲大家介绍咱的演唱的歌曲。头一条歌曲呢是由钱丹章老师所谱写，用徐梦红老师的诗，伊文学作品《戏子》来改做音乐。也是无欠但是我的台语讲甲无够好，所以我用国语来甲伊切换，请你见谅吼。
我继续他山来面对，我想
为
是。